再来看宜兰南澳的兰坎山的大理石矿区哦，要挖工业用的大理石矿，最近一定会做宽平路。今仔有袂少村民伫矿业公司的说明会来表示讲，因反对。管手抢修路基，这条去北澳温泉的连外道路，就伫南澳北溪边，因为风台地处溪水波动，雪冲海去。南澳北溪溪水正如溪坡拢是土山，有居民讲过去的南澳北溪溪水正清生态丰富，而且溪坡大部分是石头，不过因为过去南坎山区的矿业开发，或者全部消失。升级的第二次公开资本。宜兰大理石公司想要扩大南坎山区矿区范围到43公顷，希望开采工业用的大理石矿。15日北澳村公开说明会，不过村民是反对，因为会让南澳北溪环境愈来愈害。是不是他们拿矿的那个以前那个，把整个那个周围的上被那个震动嘛，都垮下来的时候，它那个土石流一直在下来，那一直在我们这个河川，它一直在冲刷嘛。都没办法干净了。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忧我们的下一代，会有山洪爆发的问题。对我们的生态，在了我们的安全，我们下游的安全。我们开发的时候又不在矿场水洗，就是矿场原料石直接运到我们在东山的一个加工厂。对南澳地区，甚至于南澳的最接近我们的碧河村、碧河社区，应该不会有影响。业者2016年因为矿区范围有限，为避免山砍崩塌，主动停工。即嘛希望扩大矿区范围，重新采矿。业者表示，这几年就算停工，也继续监测南澳北溪水质，申请采矿定数拢符合法规。矿区伫南澳北溪的中央，将近2公里，采出来袂水洗，运输道路也未经过南澳行政区，对环境影响有限，会继续甲居民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